那伫南投有某一间国校的校长，即马嘛互指控进前咧做老师的时，对查某学生黑白来强性骚扰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已经启动校安通报，而且嘛要求即个校长爱先请假接受调查。也毋过教育团体是认为讲，校长爱先停职聘用才对，毋是请假就准算。讲到细汉的时阵，互人性骚扰的经过，情绪也是真激动。曾小姐伫1995年读国小6年级的时阵，当时也是老师的4楼的校长，趁接送参加课后补习的机会，对有不正当的行为。他把车停在那里，我坐在副驾驶座，他一股夜狼把管，把副驾驶座整个摊平，让我整个人倒在上面。另外一位被害者也讲，伊就读另外一间国小3年级的时阵，甲1年级的妹妹到电梯上4楼的校长教教课，也过姊妹分别拢受到性骚扰，互因的身心受到创伤。那抱在大腿上面上课的时候，他可能会靠着我们的耳朵很近很轻声的讲话，或是握着我们的手。被害人讲，这4楼的校长即阵任教伫南投县某一间国小，进前伫3间国校担任老师的期间，对于上百位女学生性骚扰。南投县府讲，找5这条民众举报了后，除了启动校安通报，并且有这个校长请假接受调查，也主动甲网络上写出有这个做报人来联络。我们从来教育处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，或者有人通报爆料里面，我们就有看到。下面有一篇是2015年的贴文。不过早在2015年，网络上就出现指控这4楼校长性骚扰的文章，为安怎当时无调查呢？南投县教育处解释，因为当时并无收到举报，也是有人表出这个消息。不过人本基金会讲，这校长伫2015年甲2021年拢有被投诉记录，教育处当时就应该来启动调查。那这2个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件？我想，必须要追究清楚。如果是性平事件，为什么后来会不了了之？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投诉事件。人本基金会认为，南投县府除了应该对受害学生来进行心理的辅导，也应该对这个校长所教学过学校来启动普查，用扩大调查的方式了解真相。这校长也应该马上离开教学场所，避免更加多学生受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